观众，大家晚安。今天我们再度来到坐落于旧金山当趟的华藏寺，这里是华藏寺的大雄宝殿，非常庄严的大雄宝殿。今天我们访问到的嘉宾，他是佛教僧尼总会的主席龙慧大师。龙慧大师您好。阿弥陀佛。最近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由国际僧尼总会发给沙迦天津法王的3封信，很多人对于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困惑，希望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为此，我们今天特别访问了国际僧尼总会的主席龙慧大师。龙慧大师是不是能够针对这个事情来给我们澄清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解除广大信众的困惑呢？阿弥陀佛，非常高兴呢，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一个事件的一个真实性让大家非常的清楚。沙迦天经给第30多节羌佛亲笔写认证书的这件事是真实的，但是沙迦天经受到了一个比他势力大的人的压力，因此呢，弄虚作假，让他的弟子取称取赔出来顶替承担。沙迦天经这样的行为呢，让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这些都是出自于沙迦派总法王头衔的人呢做出来的事。他这一个说假话的行为，让世界上很多学佛的人不知道是真的写过还是没有写过。沙迦天经和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哪一个是骗子？大家非常的痛苦烦恼。由于牵涉到众生的慧命，我们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给沙迦天经很客气地写了信函，请他看在众生的利益份上讲真话，但是他不表态。见到他对众生不负责任，我们总会又再一次的仍然客气地请他讲一句真话，并不是非要他说写过，而是只要求他说真话。但是呢，哪知道沙迦天经毫不在乎众生的痛苦烦恼，同样一言不发。鉴于让大家呢得知事实的真相，不要让大众为此而烦恼，因此只好在6月份他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去了2000多人呢，到机场打着他为第30多节羌佛写认证的横幅，以感谢的名义，让他看到横幅的时候呢，讲出真话。可是哪知道他看到横幅之后，反而放开脚步朝着横道上就开跑，跑到车子躲起来，仍然不说话。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依然呢很耐心地等待他讲真话。结果又是1个多月过去了，他还是不说写过了还是没有写过。但是我们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知道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详实的证据确定。沙迦天经给第30多节羌佛写了认证书，所以我们总会只好通过法院给他写了存证信函。他收到了信后照常不回答，因此在万般无奈之下呢，我们只好于7月28日把这3封信呢刊登在台湾的联合报头版跟 A3 的版面上。同样请他讲真话，和我们平等的到寺庙发誓。可是他不仅是不回答，而且还悄悄地跑了，离开了台湾。回去之后呢，他竟然在视频上说他没有写过。他的行为太可笑了，哪里是一个圣者的风范？而且之前他的管家呢还打电话给卓玛，要卓玛不要说沙迦天经法王呢给第30多节羌佛写了认证书。卓玛回答他，我不会说假话，沙迦天经法王是亲自将认证第30多节羌佛的认证书交给了顶果钦哲法王认证的大活佛俊迈白马多杰仁波切的。我在现场亲眼看到的，我是藏族人，不维护哪一方。你们不信，可以亲自去问协庆寺的俊迈白马多杰仁波切。沙迦天经尽管他做过了事而不承认，但是呢又悄悄地跑掉了。
不敢与我们呢在寺庙双方公开共同的发誓。我们是出家人，我们要对所有的众生负责，要把真相告诉大家，所以我们要求双方平等的在寺庙公开发誓。发誓的目的，也就是要确保我们向佛菩萨、向因果报应保证所说的都是真话，不是假话。所以等一会儿我也会在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前当众发誓，以因果来保证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妄语。那龙慧大师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弥陀佛，真实的情况是沙迦天经亲自写给了第30多劫羌佛的认证书，然后在尼泊尔当着卓玛跟楚称曲培的面，亲手将这个认证书交给了协庆寺的俊迈白马多杰仁波切，并不是交给楚称曲培的。俊迈白马多杰仁波切呢，回到了中国，在上海，因为有事，所以就委托曲称曲培和卓玛两个人呢，将沙迦天经的认证书送交给了土登更桑仁佐仁波切，然后土登更桑仁佐仁波切呢，在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的圣阁讲堂，将沙迦天经法王亲笔写给第3世多杰羌佛的认证书，亲手交给了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是由我接收的。我现在就把这一份他写的认证书来拿给大家看，这就是沙迦天经法王亲自写的认证书。这是真迹，他的亲笔写的字，还有这位千真万确。龙慧大师，那么这一位沙迦天经给第3世多杰羌佛写了认证书，为什么他后来又不承认呢？沙迦天经身为法王却不诚实，只是说假话，否认自己做过的事实，不敢与我们一起呢在庙上共同的平等发誓。但是今天我不会学沙迦天经，他不敢发誓，而我要在大雄宝殿严肃发誓，在法师们诵经持咒严肃的佛事中发誓。
惭愧佛弟子，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释龙会正式发誓：诸佛菩萨一切护法见证，如果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是假的，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我释龙会将遭受一切恶报，不得成就解脱，永堕地狱，包括我俗家的兄妹们。因为我说假话，欺骗大众，违背戒律，当然应遭恶报。如果我说的是真话，是事实，那么我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学习到真正至高无上的佛陀正法，在当今世界，也就是第30多劫羌佛所掌持和教导大家的真正佛法，得大成就解脱。阿弥陀佛。我这里就由土登根桑仁波切的发誓来说明这些事实。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事实。诸佛菩萨，洒家天经居然佛人自己亲手书写的认证第30多届羌佛的这个认证书，确实让我太伤心、太痛心。我就是当事人。我今天带来了稿子，要当众发下重誓。洒家天经为第30多届羌佛写的认证书，是由楚真确培和卓玛2个人带来交给我的。楚真确培说，洒家天经法王为第30多届羌佛写的认证书是交给俊美白马多杰仁波切的。本来应该由俊美白马多杰仁波切送交，但是他在上海有事情要处理，所以就委托我送过来。当时楚真确培为了证明是事实，当场就给上海的俊美白马多杰仁波切打通了电话，让我接。俊美白马多杰仁波切在电话里说，洒家天经法王亲笔写的认证书是由法王亲自交给我的，但我现在在上海走不开，就请楚真确培堪布和卓玛给你送过来，请你代表我转交给国际佛教僧尼总会。而且事后，俊美白马多杰仁波切还在录像机面前写了证明，发了誓，说明洒家天经法王给第30多届羌佛写认证书是真实不虚的。这份认证书是法王亲自交给他的，不是交给楚真确培的，是他委托楚真确培和卓玛交过来的。这个事情的知情人还有卓玛和赵根儿，他们都在现场，也都写了证明，发了重誓。这份认证书我拿到后就交到了美国，由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龙慧法师亲自接受的。以上是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我说了假话，则我一生穷困潦倒，不得成就和解脱，死后堕地狱，连我的家人亲人都遭一切恶报。如果我说的是真话，愿一切众生都能学到真正的如来正法，第30多届羌佛掌持的佛法得大成就、大解脱。发誓人土登根桑仁宗。阿弥陀佛。
弥陀佛。我这里呢有来自台湾的恒信嘉措仁波切的发誓，就说明了一切。OK， 好，观众朋友，现在再度让我们看一看这一段事实的视频。为了慎重，为了因果，我特别写了一张稿。当时社会上有很大的风波造谣，说萨迦天心法王没有给第三世多雷香佛写过认证书。为此，我请了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位高官亲自去向萨迦天心法王书写，因为这位高官也是萨迦天心和达赖喇嘛的老朋友。法王一般摇头，一般叹气的对高官说：“不要提这个了，是达赖喇嘛叫我不要承认。如果我承认了，我们多年老友的关系就撕破脸了。请转告第三世多铁降佛他们，我现在不说写过还是没有写过，他们也不要再宣传，我们把它冷处理。”我听了高官传述给我的话，如雷轰顶，十分难过。这到底是什么世道？连法王都失掉了诚信道德，难怪第三世多杰羌佛说，不要迷信尊者法王和大佛佛，要看实际的正量成就是真假。以上我说的话完全是事实。如果是我个人凭空捏造者，我会遭到恶报，导入无间地狱。如果我说的是真话，这世界上所有众生将会学到真正的佛法。第三世多学香火，则展示的无上法宝。阿弥陀佛，恒信嘉措至诚发誓。罗慧法师，我有个问题。阿弥陀佛。刚才看到了有僧众在念经，也有您的发誓。对于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这么郑重的、这么严肃的发誓呢？你们想一想啊，现在社会上啊，骗子那么的多，连号称为沙迦派总法王的人，对自己做了的事都不承认，都要对大家来说假话。像这样的一个的人呐，都没有一个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的诚信道德，那你们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圣者呢？所以，真修行的人是明信因果，只有在释迦牟尼佛的大雄宝殿诵经发誓，才能证明一个人讲的是不是真话。因为没有人会拿自己和亲人的前途命运来开玩笑。也正因为是这样子，我们要求沙迦天君和我们一样平等的发誓说真话，但是他既不在公众的场合呢说真话，也不敢发誓，偷偷的溜回去之后才说没有写过。如果你真的没有写过，那么就在大雄宝殿向佛陀发誓。我已经发了誓了，土登耕桑仁佐仁波切也已经发了誓，恒信嘉措仁波切也已经发了誓，另外还有其他的知情的人也发了誓。为什么你沙迦天君不敢发誓呢？只有说假话、打妄语的人才不敢在大雄宝殿诵经公开发誓嘛。那么更进一步，人们不禁要问了：一个说假话、打妄语的人还是法王吗？一个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的人还是圣者吗？一个说假话、打妄语的人，佛菩萨会信任他吗？能够拥有佛法吗？难怪沙迦天君只会错讲空理论，连最基本的顶都没有开。这样的道德行为的人，能够带领大家解脱成就吗？我是一个惭愧的佛陀弟子，但是我不敢说假话，我不会对众生呢打妄语。因此，我们今天把真相告诉了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想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说假话、打妄语？到底是谁在欺骗大众、欺骗社会？其实你们当然也知道，谁不敢与我们一样，通过来诵经修法，在大雄宝殿上发誓，向全世界公开录像，谁就是假活佛、真骗子。这种人呢，永远都是肉体反骨，只会头骨封得死死的，与俗人无异。智慧平庸得很，没有超人的五明成果摆出来，也说明他的超凡之处。这是自觉了的圣人吗？但是尽管我很为沙迦天金难过，但是呢，我还是会为他念佛祈祷，祝愿呢他有一天能够开悟忏悔，证道果。愿一切善缘恶缘，诸有众生皆福慧圆满，早证菩提。阿弥陀佛。谢谢龙慧师父，谢谢龙慧大师。事实上呢，不管是一个佛教徒，或者是平凡的信众，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诚信二字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借着今天这个访谈呢，其实刚才在2段真相的这个视频的带子中间，大家也自己都看得很清楚，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那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是一个历史很好的见证。这个严肃的话题呢，就在这个时空之下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真相的探索，真相大白。谢谢龙慧法师。阿弥陀佛。观众朋友，今天晚上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津津乐道在明晚9点钟继续与您空中有约，晚安，拜拜。